逐臭之旅。今日去福田石下，繼續我逐臭之旅。舊年去完桂林之後，念念不忘螺螄粉。咁去嘗試嘅朋友不多，終於今日去深圳福田回味一下。福田口岸4號線坐1個站到福民站，轉7號線坐2個站到石下站落車。F 出口步行5分鐘去石下時代廣場，2號門出，對面就係半明螺螄粉。F 出口過天虹商場後，又轉入石下街。石下街石下時代廣場。時代廣場裏面有茶樓、商店、食肆，可以先行下。有海底撈、起牛胃、新疆菜、東北菜、貴州菜、湖南菜、椰子雞、吳蘇生酥餅、瑞幸咖啡等等。2號門對出，叫咗26蚊人民幣嘅微辣招牌螺螄粉，臭味不大，應該好多人可以接受到。又一次性圍裙送，聽講木薯糖水都好有特色。味道 OK 喎，冇得自己加配料，同埋冇虎皮豬手叫，有啲失望。半明日日都排長龍，好多內地人鍾意食，千祈唔好食飯時間去。